位乡亲，后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29公视台记台在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咱来关心台北市上山分局中仑派出所16个时有穿乌衫的人走入去闹，喊电脑佮大细声。事后调查发现，迄天的监视画面，参像互姓柯的前所长抬掉，派出所正副所长拢互移送法办，上山分局长嘛互调职。台北地检署伫昨约谈正副所长问刷了后是请回。内政部长徐国勇即马讲谈话，讲正副所长因2个人已经下免职的条件。乌衫人总入去台北市上山分局中仑派出所占电脑，案情有新的发展。监视器画面自停电无翕到，并且敢若是互前所长柯淑环删除。传讲台北地检署二倍已经约谈柯淑环加前副所长颜明新，先后请回，对此北检无证实。我们的严谨没有逮捕现行犯，严正执法，我个人深表痛心。警政署长陈家钦要求台北市警察局真实面对害冤真相。柯淑环加颜明新已经分别依照纵放连环加掩埋证据移送法办。内政部长徐国勇认为已经符合免职的条件。对于这个案子，警政署的态度非常的明确，就是不纵容、不包庇，有违法的一律严办。他说谎、欺骗长官，因为他给长官错误的讯息，是，然后呢，自己还违法。假如以现在的看起来，他都是违法，很严重，对不对？而且是极为严重的违法。可以记2大过免职，他有没有符合其中哪一条？这个其实已经符合了。规件代志是毋是有调降安看？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讲，伫第一时间就对停电无录到画面感到怀疑，所以要求甲司机早登去救资料，无施加压力是柯淑环个人的行为，要求督察室一定要调查清楚，伊家己也会自请处分。包括我会自行处分那目前发现的并没有说外力啦、介入啦，或者是其他关收了什么目前是没有局长他就直接在议会做工作报告，这个部分我也有跟他说，相关的程序不应该是这样子的。监视器画面被删除的代志，陈家昌伫咧议会工作汇报时阵证实，过程并无通知台北市政府，传讲引起市府高层的不满。督导警察局业务副市长黄珊珊相信，伊会将代志调查清楚。若是有任何紧急问题，伊爱负责任，袂用互民众认为警方有轻重或者是放水。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发生伫2014年9月份台北市的信义区规定人伫夜店甲警察起冲突，拍死警察这个案件，倒亡的3个嫌犯内底，共判13年，姓柯的通缉犯，伫昨昏尾暗暝对马来西亚押转来咱台湾。互警方押解路车穿乌衫乌裤，是走去马来西亚姓柯的通缉犯。2014年9月，台北市信义区夜店杀警察的案件，到今年1月，还有3个人无抓到，其中1位姓柯的嫌犯藏伫咧马来西亚，警方进行跨国合作。那本案的许姓犯嫌呢，我们掌握到他在发布108年10月份遭发布通缉之后，即潜逃出境。那我们掌握最新的情资是在马来西亚国通知给刑事局国际科，再转这个驻马来西亚联络官来去做查缉。警方讲，30岁姓柯的通缉犯伫马来西亚的半角网站工作，经过几多个月追击，才伫这个月初甲伊抓到。经过多方追缉，在今年的4月1号，许姓通缉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处民宅落网。他并且坦诚，当初是搭乘渔船偷渡中国大陆，再转往马来西亚。姓柯的通缉犯入境了，由检察官用视讯方式完成侦讯，结果押送台中看守所执行14天的入境检疫停书。警方讲会继续对抓2个还未到案的嫌犯。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3个本土病例，3个境外病例。本土病例内底有2个是血清抗体阳性华航技术因的厝内底人，另外1个是境外病例接触者。疫情指挥中心昨昏嘛公布，这个接触者去过所在甲行踪。有确诊个案捌来过遮小食店业者无用消毒，店员私下透露，卫生单位无通知市看指挥中心记者会，才知确诊个案来过遮。你们是刚刚才知道？对，我们是真的是刚刚才知道。看记者会的时候。对啊。
地中热区的阿曼达牧场也是指挥中心公布的个案卡正之一。业者表示，中途收到卫生单位通知，马上停业消毒，强调进前就落实实验制应回溯人气，本来逐工要例行消毒。这个被公布卡正70外岁确诊个案是1112，是进前确诊的境外移植个案1068加1106的非共大家属。要协助1106个案隔离期间为伊送餐，各地的个案1068居家检疫期间跋倒的时阵去协助，被列为接触采检者4月18确诊，接触者有190人，公共场所活动数有4月20下晡到桃园市平镇区北兴活动中心，尾仔到客家美食馆食饭，暗时到舞厅跳舞，加工到中埔国小参加老年课程。真的我们才感觉到会担心呢、怎么会降临到我们身上这样子？有2个接触的比较多，人员也比较难掌握的，他的一个足迹在1112，他在4月20号跟4月21号，其实差不多跟现在相隔到1个礼拜。另外，华航技术全面采检有6位血清抗体阳性，指挥中心对接触者回溯采检也找到2例确诊者。个案1113是10外岁小学生，是抗体阳性技术共大家属，4月18确诊，而且嘛无症状。另外一名40外岁女性是另外一名抗体阳性技术共大家属，也是无症状，因为回溯采检才确诊。指挥中心由CT来判断2人感染力拢无悬。华航技术已经有9位确诊，指挥中心也去技术检验饭店查验，确诊大动线加各项防疫机制拢无问题，而且目前也是无法度知影传染的来源。这1000多人都验完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图像会比较清楚。那到目前来讲，因为我们还看不到它互相几个被确诊的相关的个案，它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连结。指挥中心分析新增本土个案，分别属于2位无同款阳性抗体技术的家庭群组，研判家庭传播应该存在真久，已经过传染期，无公布卡正必要。不过为求谨慎，会阁将调查个案活动数、然后具体进展，阁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华航有技术抗体互验出阳性，其中有1个技术10外岁囡仔嘛确诊，互列做本土病例。另外，阁有2个技术的囡仔抗体嘛互验出阳性，因读的学校包括新北市康桥国际学校南口校区、桃园市西门国校也阁有罗德的隐形国小拢受影响。南口的康桥学校宣布停课，停到5月初5。若桃园2间国校伫早暗学校嘛甲卫生局召开说明会，做出应变。真侪家长野雨伞直接入去学校，桃园市西门国小甲隐形国小2月分别临时开健康说明会，希望会当了解家长是毋是感觉有需要停课加协助做体检。这边就是机人最多的。自己会想要也去裁剪吗？如果是他们班的话，我会。是哦。对，我会就全家去自费裁剪。华航技术感染事件，即马总共有12个人确诊。隐形国小有1位女学生，因为父母拢是技术，抗体是阳性。桃园市卫生局讲，这位女学生传染到正家，所以学校并无安排因迄班停课。西门国小2个学生是抗体阳性技术的家属，所以有2班停课。因为我真的还搞不清楚状况，就想说我来听一下。卫生局派人到学校消毒，也说明初步的结论。隐形国小维持无停课。西门2班的学生甲隐形1班的学生是自愿体检，若是有需要，卫生局会协助安排公费体检。若学生采检结果是阴性，家长对家己的健康有疑虑，会让自费采检。目前这些小朋友 PCR 都是阴性，那目前传染力也是非常的低。那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我们也是针对这一些学生安排做这个自愿采检的一个部分。台北市环保局2月也对康桥国际学校南口校区全区做消毒，因为有1位采检血清呈现阳性的华航技术，2个囡仔拢伫咧遮读书，27也确定血清抗体是阳性。这个礼拜期间，我们都会用 Google Classroom 做好那个课表、线上课表的安排，所以学生的受教权都不会受损。康桥校方紧急宣布停课到5月初5，该采管有教下，新北市政府也控列193人做采检。记者综合报道。
关心天气，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温度。今仔日方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有略略增强，各地拢有落雨的机会。中部以北、东北部雨落雨时间会较长。气象局有针对苗栗以北发布大雨特报。另外，伫中部的山区、金门有局部大雨。严格下半晡开始，方面通过了后，会换打扫的空气到位，水汽就较减，所以雨嘛较停。温度的方面，北台湾低温是19度，其他的所在低温是至1度至23度。北台湾高温大约是至2度，那中部、东部高温有至5度，东部高温有30度。明仔载北部、东北部早暗会较凉，那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会阁转去到烧热的春天。头先讲到的这波方面，替真侪所在拢带来雨水，水利署嘛把握机会，昨昏伫水库的集水区做人工催雨。全台湾的水库有补充62万吨的水，集过潭的水库状况已经有较好淡薄啊。过这礼拜一开始到日北南投一寡潭地区拢有落阵雨，当地民众虽然真欢喜，不过也是感觉雨落了无够大。雨势虽然没有特别大，不过下来蛮长一段时间。落是落，无讲真大啦，但是时间上是较有啦。根据水利署的资料，27个水库的落雨状况也是以南投一寡潭水库上好几工落来，雨量有18.5毫米，桃园石门水库有5.2毫米。水利署统计全台水库集水有62万吨，包含北部22万吨、中部20万吨、南部20万吨。不过对水情的帮助有关无介大。其中以日月潭水库它受益最多。不过我们评估起来，因为它最多也只有不到20厘米，因此对水量的帮助有帮忙，但是还不显著。虽然慢慢有落雨现象，不过根据气象局统计，今年1月初1到4月20的落雨，平均13个平地测站平均雨量是125.9毫米，创历年同期雨量上少一年。好在最近有明显落雨，平均雨量已经有提高，拜托可能是75年来春雨上少的可能性。今年的春雨是比较偏少的，尤其是在4月20之前呢，整个累积到春雨累积到4月20之前是75年来排名是最少的第一名哦。不过呢，从4月20到目前有一些华南雨区移过来的一些降雨，再加上像今天封面的这个降雨哦，所以整个的降雨情况是有稍稍增加一些。以北方面，为北部刷向中部，水利署把握机会，分别伫石门、宝智、永和山、明德、李溪潭、高关坝等水库做人工净雨。不过，各水库集水区雨势依然无大，一直到下晡4点半，只有伫宝智甲永和山水库有超过15毫米的雨量。水利署表示，会密切注意各地区落雨的可能性，随时会启动人工净雨。记者综合报道。加上请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政源大工厂联电要开1000亿，伫南科扩厂12寸 P6 厂28奈米的产能，规划了后会当逐个月生产27500片。联电即届扩大生产，嘛甲将一间客户签订互惠的协议。联电甲客户已经先讲好介绍，客户先立定金。了后呢，这座政源厂等于是客户包起啊，对商平拢双赢。中信的资产基金会董事长高仲亮15当前伫中信金矿做副董事长的时，洪指控利用一间空壳的纸本公司红火做买卖，有赚10亿。官司已经拍真侪档啊，上档一是红判9年8个月，结果经二审的时大扁盘，即马改判无罪。来看《中国时报》。咱驻美国21中队的 F-16战机最近要分配飞转来咱台湾，为了要维持咱伫美国的训练，空军嘛已经完成性能提升的 F-16V 战机，对家己的空军基地要飞去美国做飞行员训练的用途。这嘛是咱空军的飞行员头一摆对台湾飞去美国，这嘛是台美军事合作真重要的进展。来关心美国拜登政府公布新的人事名单，内底有出现2个咱台湾出席优秀的人才，一个是伫台北出席的科学家施玉斌，伊是去互提名做国防部研发工程处长；另外一个是伫咱台湾出席的罗派玲，伊要做驻联合国改革甲管理事务的代表。
美国拜登政府公布多项临时的命令，更加出现为大 A 面奖。北淡林陆军助理部长的徐立斌被提名为国防部研发甲工程处长。徐立斌出身台湾，10岁移民美国。北担任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主持过 F-35的研发工作，被称作是 F-35雷达之母。阿公更加是前空军副总司令齐空良。My grandfather was an aviator. Okay, so I grew up in the aviation community. And I never forgot what he told me. He received an award from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徐立斌在军事航空科技方面有杰出的表现，若国会通过伊的提名，将是美国国安体系关改相关的RA美国人，会主导美军的武器升级任务。另外，拜登也提名前总统奥巴马下伙的同学兼好朋友罗佩玲担任驻联合国改革甲管理事务代表这个职务。We try to do a cabinet meeting every 2 months. The meetings run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What we'll do is talk to a lot of different folks within the White House, the policy folks, the Chief of Staff's office, the Communications office. 罗佩玲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不担任内阁秘书长，也被称作是奥巴马政府职位相关的RA美国人之一。了更加出任陆工部副部长。罗佩玲的爸母拢是对台湾移民过去。外公王林婉伫台湾更加出任过司法行政部部长，也佮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徐立斌甲罗佩玲拢是大 A 移民的第二代，即阵得到提名，美国参议院表示会真紧召开听证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卖还搁咧传。即卖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4900万例，死亡人数有315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例，目前是1116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日本已经超过58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200万例，印度是要挖1800万例，伫巴西超过14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42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62万例。印度即阵疫情是真严重，一天的感染人数超过36万人，而且拢有超过3000人死亡。各地头的火葬场拢烧无停，病床嘛无够用，伫街仔路边就搭临时病床。有外国媒体即马是曝光，专家是预测讲，疫情已经来互印度的官方看轻，实际上印度的感染人数恐惊是超过5亿。火葬场的火一直伫烧，印度全国各地火葬场是全面伫运转，有的甚至拢无休困，却是因为赶袂赴的遗体贴起速度。新德里的一座火葬场，规气用砖甲贴出新的火葬区，来增加消化遗体这速度。Government says that 380 people are dying every day from corona, but it actually around 1,000, more than 1,000. 印度第2波的新冠疫情全面失去控制，伫胃中鼻道里过身的人数，头一摆超过3000人，总计过身的人超过20万人。一天通报的确诊人数是超过36万人，创下全球一天上最确诊人数。全国总计将近1800万人确诊。第一大城明码，确诊病人的亲情一直伫抢善数通等于厝的，行了后供应不足，无法度摕到。而我新德里的郊区真侪确诊病人等无病床，有是直接伫街路上所搭临时病床来斗善数，真稀了等待病院收治。印属克什米尼是甲一座室内体育场充当临时的病床来收治病人，并且伫外口设置检测中心。The situation is getting bad day by day. We are getting more cases day by day. We have started with 100 people, then we are getting 200, 300. The days cases are increasing day by day. 印度疫情真严重，而且官方的数字可能是估计实际情况。CNN 引用印度公卫专家指出，由基础设施不足、检测量能增加这因素，实际确诊数可能比减少估计30倍，也就是有可能超过5亿人确诊，近100万人过身。印度疫情这严重，国际强权拢出手来救援。俄罗斯制药厂 Pharma Synthesis 预测讲，正伫等待俄国政府的批准，伫5月底进行运送100万包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到印度。美国总统拜登是表示，美国提供一系列紧急的援助，包含治疗药物、疫苗原料，也有善数这相关用品。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
来关心亚洲开发银行上新的经济展望报告，是调研亚洲开发中的经济体今年经济成长的预估，是达到7.3%。主要是因为全世界出口的需求变多，加上注意风险，即马有效地控制疫情。也毋过亚洲开发银行嘛警告讲，印度即阵疫情真热力，疫情无乐观，恐惊会拖累全世界经济恢复。亚洲开发银行伫8日公布上新的经济展望报告，甲亚洲开发中国家的成长预估，自去年12月6.8%调悬到7.3%，摆脱去年经济成长衰退0.2%的影响。主要是今年各国积极自有防线，疫情稳定，抑个对美国出口增加。Rapid economic recovery in the U.S. means stronger import demand. The U.S. is, for many Asian economies, is one of the top 2, top 3 trading partners, and therefore that will likely provide a boost to growth. 阿文讲，亚洲地区尤其是以南亚的经济反弹上强，由印度带头，今年会当有9.5%的成长率，其中印度会有2位数的成长到11%。India, it i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region, and therefore it doe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 as a whole, in particular for its neighbors in South Asia. So as Yasu said, the forecast is still achievable and realistic, but we do flag the downside risks from the current rise in the current severe outbreak. 阿文预估今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是8.1%，缅甸是因为军方的政变带来动乱，今年可能是负成长9.8%。越南台湾阿文甲今年成长率大幅度调升到4.6%，香港下修到4.6%，南韩是3.5%，新加坡是调升到6%。不过伫乐观有基的同时，阿文也警告讲，因为印度即马疫情愈来愈严重。但日新增加的确诊人数世界第一，经济成长恐怕也有变数，会继续观察。伫7月提出相关报告。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美国又搁发生亚洲面膜的人去互攻击的事件，有一个61岁华裔查甫人，顶日伫纽约的街路，互一个非洲的查甫人攻击，头壳重伤。虽然嫌犯已经抓到啊，不过受害者昏迷不醒。当地时间23暗时，为中国广东来马耀潘伫纽约东下林区扣关啊，互49岁非洲的查甫人鲍尔为后边杀到一个涂骹，佮踢伊头壳至少6摆，致使伊重伤昏迷了后逃走。纽约警方日前抓到鲍尔，初步控告伊2条罪名，无包含受恨攻击。不过案件还在调查，可能加重指控。We come here today to say stop targeting, scapegoating, and killing Asian Americans. We failed Yao Pan Ma. He was collecting cans to make rent because the system would not support him when he got laid off from his job as a dishwasher. No unemployment checks for Yao, no public benefit. 这攻击事件都发生在美国参议院压倒性通过反新冠受训法案，加强打击针对亚太的美国人的受训犯罪计纲。纽约、亚洲的甲非洲的民代拢发声表达重视。受害者马耀潘伤势严重，还在昏迷治疗当中。募款网站甲支持已经为伊募至少40万美金。社区领袖准备替成立信托基金照顾伊的家属。The Ma family also wishes to express gratitude for all the donations that are coming in for them. They also want to express gratitude for all the outpouring of support here. 鲍尔过去33年被掠过15摆前科真济，警方表示今年已经收到66件。亚洲的受训起步是去年同期14件5倍外，也比去年全年28件加出1倍。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来关心咱台湾家己研发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预防车高端公司的预防车，即阵是要甲咱的友邦巴拉圭合作，要伫巴拉圭进行人体试验。交通部表示乐观其成，嘛讲咱会帮助巴拉圭来对抗疫情。我国政府一向鼓励台湾的企业要赴友邦进行经贸投资跟交流。我们对于高端公司跟巴拉圭亚松森大学的医卫合作，外交部乐观其成。我们会居间协调，并且继续提供必要的协助。
外交部表示，若准咱台湾国产的预防车进入第3期的人体试验，摕到紧急授权会当使用，就先满足咱国内的需求。咱嘛愿意出口预防车提供给友邦。咱台湾会继续结合家理念相外的国家，结合正人的力量来对抗疫情。在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印度疫情严重，俄罗斯表示，因的总统普丁有甲印度的总理莫迪通过电话。莫斯科即马是答应讲，要对印度提供紧急援助。来关心波兰有买1/3的人口已经做好预防车，所以波兰伫今日宣布讲，上海状况已经过去啊，所以因拍算5月初要开放大卖场甲博物馆，啊，那5月底就要解除封锁，买放量大部分的防疫措施。来看香港一传媒集团自本是对外宣布讲，要甲咱台湾的《苹果日报》卖掉，嘛讲已经甲2个买主咧参详啊，也毋过昨昏又搁宣布讲因无要卖啊。镜头转来过来去云林的口湖，云林口的乡长林铁玲，利用乡长的身份，对2009年10月份开始，向供电业者讲有法度处理抗议民众，嘛趁机会向业者卡油讨750万。即马互检方调查了后，申请羁押，法院伫昨昏裁定收押禁见。云林海线二座冲石适合发电太阳光电，有一寡民众将无用的气温甲弄电，租予供电业者设太阳能光电板。不过，若是拄到反对民众，云林口乡长林德玲等人竟然利用这权向业者讨钱，减掉第27所属乡公所甲林德玲徛的所在，各将人夺回侦办。民众对相关的厂商进行围堵抗争的机会啊。那像透过相关的土地开发的厂商对绿能业者收取相关的汇款。经过检调查，林德玲甲姓黄姓陈3名嫌犯自2019年10月起，陆续向2间业者分别收350万甲400万的汇款，将汇款欠入其中1名嫌犯的户头，再过来买外汇、股票甲黄金等来藏。扣案的黄金金条有各1公斤有2条。那相关扣案的总资产有1400余万元，那显然是与乡长的年收入是不相符合的。检方认为林德玲等3名嫌犯涉嫌收乌生钱、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甲洗钱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搁有盗墓甲串经之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云林第1立法中道裁定，林德玲甲姓黄嫌犯收押禁见，姓陈嫌犯会当交保。记者综合报道。嘛是供电开发争议，这是屏东的邦寮目前正在进行供电开发案，不过现场有一部分是二战时期的遗址石头埕。当地有民众甲文化团体当地争取保存。最近当地居民是发现讲业者在错山，因即马是真惊落大雨会造成水崩山。龟山头被乌甲光影影，黄土拢走出来。这礼拜，当地居民发现怪树一场，是未到2天时间，山顶的树仔拢无去，对比过去几粒山，拢是树仔无香，差真大。已经有光秃秃的一片了，然后比较担心的是，因为现在的梅雨季要来了，然后很担心住在这边会有土石流，跟他们整个光电厂是完全不在同一个场域，而且是高过他们光电厂很多，所以如果说这个是水土保持的这个施作工程，其实我们是觉得很难以置信的。有文化历史的遗产的部分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呼吁政府县长？好，你是地方首长，你是不是要出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躲在后面？西港山头离屏东邦寮玉山村500公尺，有80几户200多人民众烦恼，若拄到地灾性大雨，恐惊造成灾害，要求管府爱重视。拍摄那个地方，它开发的位置，我们要再去确认是不是在我们的那个水保计划里面的合理范围，把当初送审的水保计划给大家看一下，和对照你现在的施工到底有没有问题，基本上我们会没有任何疑虑。可是你那么怕人家看你的水保计划，那肯定是有问题的。管府表示，自到会到现场看施工是不是符合规定，不过业者强调，空中翕的画面是按场以及水保工程既定区域，开发甲施工拢经过合法申请。因为翕的角度才看起来光影影，目前主要在做水土保持工程进行的整地，将这树仔甲刷走，各将地面用好zan
屏东雾台乡下游客是热门的景点，假日的时拢会出现人丁。顶一日有6个游客是坐甲因接送的交通车，却发生并车意外，游客受伤，搁爱家己叫救护车落山，互游客是真火大。箱仔车并倒伫涂骹，游客赶紧想要从车内底走出来。2月3号下晡1点外，屏东雾台乡6名游客结束下游戏行程，准备要回去，想袂到伫温泉区要甲其他的车会车的时阵，因坐车线冲向山壁并车过去。我们吓死了啊！因为车子在冒烟，司机没有熄火啊，车轮一直在转，然后一直在冒烟，车身又高，我们根本爬不上去。我们在车子里面喊：“快点，车子冒烟了，赶快出去，赶快！”问题我们爬不出去。车顶6名游客全拢受伤，有人甚至弄破头，煞伫现场等要1点钟才互送去入口的所在，搁家己坐救护车落山就医，全程拢无人陪。游客认为主办单位雾台乡公所应该要检讨救护的流程。或许在程序上有一些不够细致、不够贴心的部分，确实是要做这个改进。雾台乡长伫假头前向游客回失礼，但下游市的旅游纠纷真啊未少，3月才出现超收游客，造成车真歹等，旅游品质变歹等问题，即马搁出现意外事故。县政府表示要甲公所做全面的检讨。整个的活动到4月30号就会截止，那后续的4月30号一直到年底这一段期间呢，我们就今年所产生的一些，不管是在订票以及后续的有类似的这样的突发状况，我们会集体的检讨。甚至说把它变成一个模拟的情境的分析。教育处表示，未将下游市管理权收回来家己管，但会成立专门小组，辅导公所甲当地部落，负责协商并规划实地演练，来加强管理单位甲人员的训练，互因会当应付所有的状况。记者陈焕武、柯建俊，屏东报道。镜头来台中坐稳绿线4月1号正式通车，严格经济统计，开始收车钱了后，运量平试营运的期间落54%。台中市交通局是表示，坐免钱的这100面这运量一定会降的，所以会想办法请人客。透早9点进出市府站的民众并无多，上到试营运期间出现较大的落差。台中市捷运绿线伫咧4月25号正式通车，但是开始收费了后，有民众无想要开钱坐，甘愿继续坐公车，使用10公里免费的优惠。当然是公车免费比较优惠啊。我到中山医院，他会坐到大庆火车站，那我要再走回来，其实是有一大段路。我以便利性为主。虽然嘛，有袂少民众愿意开钱来坐捷运，但是根据台中市捷运公司的统计，捷运绿线7营运的期间，来坐车的总人次213万7074个人，平均每天有7万1235个人，比约讲的5万1000人搁较悬。但是正式通车当天加上隔天，2天的运量煞下降了54%。台中市交通局表示，会甲中捷公司讨论提升运量的方案。当然，第一天的礼拜1、礼拜2，事实上运量大概都在2万8左右这样上下的运量啊。我想这个部分，第一个。运量部分，我们后续还是会跟中捷公司来讨论有没有其他的这些相关的方案，我们可以来这个激励民众可以多多搭乘捷运。如果搭乘率下降那么明显，我们势必要先把运量能够做有效的增加，再来看看财务怎么样来做平衡。我觉得可以利用跟我们其他公共运输的接驳转乘的优惠看能不能更明显，可以吸引一些全程都使用公共运输的人。交通学者认为，政府营运初期运量敢会使提升，相当的重要。除了要吸引习惯使用大众运输的族群，嘛要有够的诱因，让使用汽机车的民众会使改变习惯来坐捷运。另外，进前车身长期赔偿问题，目前台中市政府嘛已经整理数据，包括前3个月的票价收入、服务事业、广告契约等营运损失，等待相关的金额确定了后，会向台北市政府要求赔偿。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镜头来台南的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最近有人发现一只保育类的鸟头鸟仔囝，那亲像在学飞时无细字写入涂骹，却直接伫草埔顶头就咧拄龜，模样看起来是真古锥。经过检查，家仔无受伤。博物馆的人员嘛，甲抱起来放去哩鸟仔收，互伊转去妈妈的身躯边。好可爱哟！跋伫咧草地，摇头的模样，互人看到直直画真古锥。这罕见的生物出现伫咧园区，也引起官方的注意。
这几天台南山上的花园水稻博物馆，有人发现出现一只特别的生物，经过官方的确认，原来是一只保育类的鸟头鸟仔囝。首先是有游客发现到，行鸟鸮宝宝，它就是在地上，然后看起来好像是在睡觉的样子。那野鸟协会通知我们，就是如果它没有受伤的话，我们就是把它放回就近的树洞去。我都讲叫你条小迄个，有你意思话上飞落，然后忽然间讲有叫安尼，迄个就对。有出来一个草原安尼，你算啊就对。算讲要来，要来看嘛就嘿。其实旧年才嘛捌出现过鸟头鸟仔囝，今年搁再出现。官方问过台南市野生动物保育协会，经过观察，这只鸟仔囝尾溜的羽毛也未发，搁再加上身躯顶的毛也搁是白色，研判应该是咧学飞的时阵无细力拔落来。经过协会建议，先甲鸟头鸟仔囝安置伫咧园区内底，官方也协助甲伊放转去树洞内底收。1到2周不等的时间，它的飞行能力比较差。那有时候就是因为一些高低差，因为人为环境里面，所以呢，它就会裸露在一些空旷的地域，然后被大家发现。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给它尽量的不要干扰，然后让它由这个妈妈来带领它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占地真宽，有古迹也有丰富的生态，包括鸟头鸟、粉鸟鹰等等的鸟仔类拢捌出现过。另外，协会也提醒，虽然这种鸟头鸟生做真古锥，不过伊属于保育类，民众千万唔通大主大意，家己掠来饲，若无相关会当罚到30万台票。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在台南市有10间偏乡的学校，甲教育就是生活理念编入去课程内底。大自然就是教室，所以带学生囡仔去种田、去种麻啊，体验做事人的生活。豆子以外的都是杂草。好，我们来看哈，今天谁手上的杂草越多了啊？生化台东国小6年学生，大家拢落田烤草，因2个月前才补田，即马爱学烤草，这是因逐礼拜的课程。顶学期因才学种麻啊，嘛体会做田人的辛苦。我甲我阿公讲，看到这片很快做大片的嘛，然后佮做落来啊，然后用起来要做辛苦的，按个休息时阵，做欢喜的啊。虽然讲做落来，但是唔免上课啊，嘛做欢喜的。学生做田种麻啊，这是台东国小的课程。学校专工做这块地，请在地青农做老师，囡仔嘛体验修成怎油，最后做出一罐一罐的麻油。因对于这个农作物会较熟悉、较珍惜，较了解，知影讲这麻油安怎来的。很开心啊！虽然说过程很辛苦。让看到这些油，让人看到自己的小孩一样。唔但台东国小，台南阁有其他学校用教育就是生活的理念，规划无同的特色课程，亲像教囡仔做手工的芳砂文、种仙草、研发仙草卵等等的食品，甲旧衫改做牌啊。囡仔的学习，唔单讲伫课本尔，因生活中所长辈留落来遮的好智慧，因嘛是爱做伙学习。伫生活中学习，囡仔感觉趣味，因嘛展现各方面学习的成果甲创意。记者邓家文为做台南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行政院通过房屋税条例修正草案，民间团体甲民众党是开记者会，呼吁政府要赶紧推动囤房税。因认为有10间厝以上的大户，就要扣10%的房税才合理，若无根本看袂出政府改革的决心。既然可以做去年，行政院顶礼拜通过房屋税条例修正草案，规定房屋现值10万块以下免扣房屋税，以自然人，而且有3户为限制。但是对长期关心居住正义的侨运团体来讲，政府其实是劣势放大，对囤厝炒房刷点点点。还有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秘书长彭永凯用政府修正刑法，囤泡面爱关2档兼罚钱。做对比，考试政府针对于影响年轻人更严重的他的居住的困难等等，那面对这样台湾很清楚有一个囤房现象的事实的时候，
我这时候我怎么就没有看到我们政府拿出相对的魄力？裴永凯讲，根据内政部去年底的统计，全国主体有4间以上的法人占12%，比自然人加10倍高，而且台湾税率税基收低，蹲房的成本是全球上低，完全不合理。做伙开记者会，民众党团嘛提出房屋税条例敦促条款修正草案，认为厝若是要家己住的，应该对原本的1.2%降到0.6%，若是持有10户以上的大户，就应该扣10%的档税，透过差别的税率压制炒房。我们只是提高了税率。其实我们连税金目前还没有进行有效的改革，那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税率拉到10%，并不是一个真的很可怕的数字，反而是说它才是一个只是抑制这个房价或者是抑制这种炒作的这个开始而已。立法院财政委员会2号要审查房屋税条例修正草案，朝野立委目前计将提出备案，嘛因为各界对推动囤房税有关有各种的意见，排审草案的论述调委民众嘛表示，会透过审查，爱财政部明确表态。记者陈雅文台北报道。台中市外送平台服务产工会伫昨昏正式成立。工会表示，因着要保障外送员的权益，嘛要甲平台合作的点头，伊嘛是工会要保护的对象。望做伙推出专法，互外送产业真做是一个久长经营的产业。台中市外送平台服务产业工会伫28正式成立，目的除了要保障外送员的权益以外，甲外送平台有合作的餐厅，也是工会要保障的对象。对店家来说，抽成过高是一个问题，而且更大的问题是店家被强迫加入到店自取，等于说平台跟自己的店在抢生意。工会讲，参与平台的店头被迫加入一寡优惠活动。安尼，人客会互平台优惠吸走，减少直接去店头消费的行为，造成平台甲合作的店头抢生意。工会表示，希望结合大家的力量，做阵找平台协商，互外送产业真做是一个会使长久经营的产业。全职的有机会做到退休，兼职的越做越安全，越做越有保障。店家不要被再剥削这么多。长远的话，我们当然希望建立一个可长可久的机制，而不是说像现在都是杀鸡取卵。那杀鸡取卵，那你也许一开始好，那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要无限制的往下降。工会讲，初期的目标是要推出台中的外送处理条例。工会规划草案了后，会找在地的议员、立法委员合作。长期的目标是希望参考客停车，制定外送产业专法，保障参与外送产业的人。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中报道。嘛是了解权益，这是外籍移工。外籍移工目前留伫咱台湾食头路，拢有期限。嘛因为安尼时，会出现一寡人年限特别到期啊，因就会逃走。有学者是认为讲，移工的年限延长，无的确是会较好管理。劳动部最近嘛在研究讲，考虑要互咱来咱台湾做工课满6档的移工，会当申请转做技术移民。替96岁阿嬷俩玲变身照顾阿嬷14档的1年看护丽娜做甲真熟手，不过即马伊却拄着签证要到期，就要强制登记1年的问题。对，我希望是在这里，因为习惯。他人就是已经来14年了，能再继续下去那是最好。我们雇主不用再重新训练。很像很家人，然后阿妈有感觉给是接我阿妈这样子了。尤其像我妈妈，她这长期卧床的人哦，根本不能动弹。我们也是真的是需要他们来帮忙。像丽娜这个案例，会使讲已经对聘雇关系提升到感情的层次，但是照现阶段，移工适用就业服务法52条的规定，家庭看护工伫台湾食头路的时间袂当超过14档，产业工袂当超过12档。即摆因为疫情的关系，要减少人员流动，劳动部开放会当搁延半档，不过移工的年限对过去就延几摆，社会上就有主张爱互移工会当申请
永久居留权。劳动部最近嘛当咧研究新经济移民法的草案，互行政院甲国发会希望用中介技术能力的方式，互移工通有机会转做移民。在台的外籍移工，我们都用客工制度，不能剩永居，所以他也不能惜家带眷来台湾。你让他留个10年、14年，甚至留到20年，很多人认为这是很不人道的。这些已经曾经在台湾工作6年的移工，因为他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准呢，也比较熟练，跟雇主的关系也比较好。那未来就希望透过中阶技术人力的制度，让他可以从移工衔转而变成移民制度。这些人基本上是有劳动能力的嘛，对他，我相信他的配偶来也是有劳动能力的嘛，所以不但不要有这种社会福利增加的这种负担的那种的问题，甚至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怕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嘛。未来这个中介技术能力的申请条件，除了移工上少爱伫台湾6天，薪水嘛要有一定的程度，嘛对移工有专业训练、证照等等来做审查。不过，当其他移工划下的体外，并无认同。因讲，除了薪水标准收悬，会参雇主关系好的移工嘛是少数，对大部分移工是看得到、食袂到，会度年限才是根本。为什么白领劳工工作期限可以没有限制？只要有工作，他就可以继续做下去。为什么蓝领要有这样的限制？为什么有这样阶级差别的对待？台湾对1989年开放东南亚的移工已经32档，移工有权有真侪法律上的限制，亲像你那这种长照能力，敢有法度留落来继续照顾阿嬷？是要透过开放申请移民，还是废除居留年限？看起来佫需要一段时间来讨论。记者郑雅文、曾派文台北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看金安出版社的创办人蔡金安，伊创立出版社，追求台湾语言文字化、文学化，嘛甲幼稚做伙创办海洋文学月刊，收无同款类型的台语文学作品。伊的出版社编新的乡土语言教材，即马伫咱台湾国校的市占率占1半以上。夜9点，台湾新简介文化新台湾节目，伊要甲乡亲分享伊推广台语的过程。来，咱用笑的笑互蔡老师听，敢好？来，对老师笑哦。春眠不该今年72岁，蔡金安是一个台语刊物出版社的负责人。由伊公司编的乡土语言教材，目前伫台湾的国校市占率占1半以上。我著较黄敬年、深谈，甲知影因台语界因的希望一对大，因的苦痛一对大，所以我就甘下决心，讲我要来做这块，所以我就专心投入这个台语的这个出版兼推动。为了以台语做主要题材的出版社，蔡金安嘛甲听小本土语言的幼稚，做伙创办海洋文学月刊，收录台语散文、现代诗各种无同款的文学作品。望追求台湾语言的文字化、文学化，建立台湾文学的主体性。台湾的地图爱欢喜看，当做一个海洋这个观念，咱台湾人唔通阁成淡遐悲情。怨叹啊，讲家己是汉字，咱爱正做海洋啊，向前走向开阔的海洋。蔡金安想的计划总是有淡薄仔浪漫，也毋过伊嘛有才调提出实际作为，对待母语用热心，对待朋友用真心，这是蔡金安身躯边的人对伊共同的看法。这嘛是伊一路行到今，有法度传领台语推广、甲地方文化发展上主要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京南乡的山上村过去因为在地有红砖的产业，去年社区伫竹林内底发现一座芳园真久的红砖窑，而且烟筒阁是四角形的，甲乡亲咱做伙来看卖。这座关渡17米的四角形烟筒，藏在规片地下那内，是去年社区规划署在翕纪录片的时阵无意中发现的。经过调查，有57档的历史。当初发现的时候，真的是不敢置信，说琼林居然还有这种宝物隐身在丛林当中。以前的屋檐是用茅草，可是后来有了红瓦，
然后渐渐的改变了整个村庄的一个房子的样貌，所以有盖房子的需求，就会有红瓦的需求。逢年就是呢，拿2块砖头，还有一片瓦片，把它架起来，然后呢，去找很多的干草啦，放在瓦的底下，然后呢，就来生火。经过了解，原本装窑的业主姓徐，在1964年带规家伙仔带竹仔搭烟架，对下骹开始将砖仔架一块一块贴起嚟，真无简单，才完成这座世界型的烟筒。我也没有想到它可以站这么久。它以前底下是很大哦，1尺2的墙，到了一旦上去哈，就换8寸。日夜烧哦，都不能停火呢，才会变成这样红红一块一块。有这么宝贵的东西，我们要好好保存。他们很多人长这么大了，50、60岁了。都还不知道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打桩屋。因为时代久长，世界型的烟筒有一寡所在出现变胖，学会把已经提出计划，说来会修整烟筒甲边的工作平台，暗算7月就会使完工，和这座新的馆内唯一的世界型烟筒重生。记者赵君豪新竹报道。要执行人类头一摆登上月球任务3个太空人之一，迈克·柯林斯，才甲90岁，伫28时昨昏过身。美国太空人迈克·柯林斯的家属发声明，得癌症的柯林斯已经伫咧2倍过身，讲迈克总是才勇敢的面对生命中的挑战，也用同款态度面对人生最后一段。Astronaut Michael Collins would pilot the Apollo Command Module. 1969年7月16日，人类第一遍登月计划阿波罗11有3位太空人，分别是阿姆斯壮、艾德林加柯林斯。阿姆斯壮、艾德林先后踏上月球的表面，柯林斯开武装哥伦比亚号坐地球轨道，无踏起咧月球，常常互人讲是被遗忘的太空人。We would be prepared to go down to the absolute limit, and it would be a decision that would be reached by mission control. 2019年7月10日，阿波罗11登月任务发射成功50周年。柯林斯登去加内迪太空中心，是唯一有参加的太空人。阿姆斯壮迄当阵已经过身，艾德林是临时取消行程。We crew felt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on our shoulders. We knew that everyone would be looking at us, friend or foe. 柯林斯1930年伫意大利罗马出世，伊老爸是驻华军官。柯林斯1950年西点军校毕业了，加入美国空军，真侪战斗指挥官、少将退役。1963年加入美国太空总署，并且被选入去培训真侪太空人。伊总共执行过2遍太空任务，是1966年参加双子星10号的计划，过来则是阿波罗11。1970年自 NASA 退休，到美国国务院担任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1年了后转任国家航空太空博物馆，是第1任馆长。虽然柯林斯伫 NASA 的时间真短，主管也答应讲会有机会可以踏上月球表面。不过柯林斯认为家己已经写下历史，伊讲其实正介意坐月球轨道迄项任务。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来关心今仔日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19度，上悬2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是17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在气新闻，感谢会。